公主，无你哪里呢？真是无去，奇怪，因用什么办法，奈逃走去？来查看问你，拄则恁那群人咧查看联合联家无？副总管，来，我借来先，迄连啊连好的。啊？奇怪，门连啊连好的，人奈无去？哎，公主啊，敢毋讲我兵店其中的一个会晓咧遁术啊？什么咧遁术？考试讲因若有遁术，走就遁走呀，哪会留到即摆才走？我是讲奇怪咧，人也无去啊。考试讲我的猜测若是无毋对的，一定是迄个臭小囝想办法将阮救走。公主啊，那你今仔即马要安怎？即摆天气这样，回去安尼，明仔早起吼，你带咱所有的家庭四处去探听，看咧臭小囝住伫什么所在，是咧创什么？是。牛囝，你来老婆，咱讲正经的，阮兄弟吼，不是来遮甲恁作作，互恁破去吼，实在足歹势。哎呦，哪有啥物通歹势啊？二六就咧互你用啊，无说讲请你一摊小 case 呀。后盖咱若是结婚了后吼，我互你安尼荣华富贵，享受不尽。哦，刚听到这话吼，我都爱干规桶的。虽然讲我较瘦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你若甲我缘分，我会用我的心肝。一世地人来爱你，来奉待你。真是的啊！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我见你无钱，我有钱啊！阮爷爷给咱我一心肝宝贝，我若是嫁你了哦，嫁妆会足济足济钱，看你要哪用，你尽量用哈。谢谢。哎，万谈啊万谈，你甲听看卖。伊平安尼伫咧相相对对，咱呢，咱两个伫咧遮讨大气。就是因呢，明明是目中无人啊，敢明是全世界剩恁两个尔，看着嘛刺擦。哎呦，讲这个话啦！我甲你讲啦，阮爷爷即马吼专工去带恁娘囝来，小等下你嘛讲共款，相相对对。对。讲遮咧讲呢，咱迄个未来爷爷讲要去带人啦，带到即摆还未来，要互我急死哦。少年的啊，喂，你袂晓暂时甲我当做是恁红股票，你若对我较好，我嘛甲你安尼小生奶一个，对无？对啦，老细啊，你著不管是吼叫小红挂这红果的相片，安尼代志就解决啦。是啊，红果包鱼果，共款拢偌高。迄种果甲种果计实差偌济咧。无法度啦，我这个人吼爱情专一啦。至于讲红果有啥物意外，若无我袂阁寻别个查某啦。有一哦。转来，救转来，心肝宝贝，卡！哦，即摆少年家是真唔难是款呢。现住钱啊，搬到安尼才恶吧着。我甲你讲哦，唔食价，看到起来就安尼想咧四川来伫厝外，这查某囡仔嘛是咧害，看到查甫就讲紧来滚，啦，早晚就去用抱去杀甲种烂的啦，大滚的。无想讲老大人徛伫中遮，伫表演即落去献主持的镜头互我看，若害我这老大人去想着要安怎？啊，喂，你年纪这么大，敢过会想？人家学艺术查甫的啊。哎呀，爷爷别闹了啦！你那男人女人带一大堆，咱兜吼无够外看，睡哪里啊？这位姑娘啊，恁爷爷叫阮出来吼，我就已经真欢喜啊。阮吼唔敢到遮甲伊搅搅啦，我看吼，我若是转来好啊。你要我转去哦？咱两个平老人，你着查我查足济，你加我加足戆的，你知唔知？迄个细叔即摆是拍好了，才来找你哦。伊即摆吼，当时无看到你伫茶房内底，伊个正身互人世界伫咧装，都是要掠你。你转去拄啊送我伺候。阿爹啊，这位老先生哦，讲了有理哦。我哪老先生？无啦，伊讲先生。先生，咱这高中的袂用讲先生，爱讲 gentleman。阿爹啊，这位 gentleman 哦，讲了有理呢。我看咱小公主哦，即摆一定找无咱哦，一定袂放咱煞了。未来爷啊，你即摆是安怎要带因去倒位啦？那这个细叔这心肝足雄的，你有听一句俗语伫咧讲，唔惊锁，好有三支喙，只惊人有两样心。真的若心肝掠瘫痪哦，这个什么歹代志伊就做会出来。回去安尼啦，恁两个暂时去客栈住一暝啊。去客栈？爷爷，
啊钱啥要付？钱哦，钱这道代志拢讲是恁两兄弟啊，对唔对？这款物件，这我因为吼，咱这讲，我唔是我一个爱讲这钱，实心我爱付的，啊，这50秒摕去开啊。是啦。这囡仔吼，连食饭啊都叫啦。阿明的啊，君的啊，食饭啦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哦，今日无简单哦，哈，食中昼顿比普通时哦加早足济哦。哎呦，你若讲这款话哈，啊袂输敢若恁母啊3顿拢无准时咧，互恁食。无啦，阿娘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普通时吼，咱就无早食，拢有较晚淡薄啊，嘿，无啥物事，咱坐，食饭。啊，恁小弟，哦，另外只猪哥哟，我找红哥啦，讲互阿娘你吼看到了你未来新妇啦。啥？伊搁去找红哥啊？煞毋知。哎呦，这死囡仔有影讲袂听吼，顶日才叫人拍到半死。哎呀，好大家搁去找人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吼，毋若干那用拍，反正迄个四所的吼，找到咱兜来都会用。袂啦，阿娘，四所也毋知咱兜住咧倒位，哪有可能找到遮来？安啦，来，食饭。哪有得卡？阿娘，阮倒来。哟，食饭啊？红哥啊，咱倒来了就时阵，拄好好富食饭。阿娘，我甲你介绍，这就是我心肝宝贝红哥啊。安你好。你好。明诶，哎呦，有影袂歹啦。落摆恁小弟才安尼忙叔叔啦。以前为着我的代志，互恁增加真侪麻烦，我毋知应该安怎甲恁道歉才好。哦，无要紧。来，过去代志莫我提起啊，食了斗阵食饭。来，来，坐。谢。我去传球。唐哥啊，你有影正捌代志，莫怪阮阿俊啊吼会对你遮尔啊痴情哦。是讲你若无去验要过来阮兜哦，我保证绝对甲你笑命，互你正幸福。多谢你。紧食。幸福，我袂遐尔简单就去放你手，我绝对要你家破人亡。